壮丽大屯山，陪伴着轻快流向大海的淡水河。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甲咱斗阵为台湾打拼。这个节目是从生活中有关自然、文化、环保、生态的记录，用多元化的角度来关心咱的心灵甲生活。绿色生活，绿色生活，吴素凤主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听绿色生活，我是郭素芳今晚呢，我阁请我的协同主持老师苏世雄老师来拍一招呼者。大家好，我是苏世雄。今仔日咱做伙酒台语，大家做伙来听惜守护咱台湾的母语，这个
系列专题，今仔日有一个特别的专题，叫做台语生活实践，嘴讲爸母话，也就是讲，伫咱遮尔复杂的语言环境中间，要安怎甲咱的台语好好啊来甲使用，好好啊来甲发展。今仔日真欢喜哦，有请到2组的特别来宾吼，有一位是咱台语文界的前辈曲文石呢，文石先呢歹势。另外一位是咱师大英文迄个博士柯慧如柯教授，啊特别呢，伊今仔佫带伊一个查某囝，要来咱现场和大家对谈，啊小等吼，咱才听因母仔囝看安怎讲台语。是，多谢苏老师。所以今仔日呢，咱这个现场呢，真热烈吼，这个大家感觉就像真的咱伫客厅咧讲话共款吼。那今仔日呢，伫咱苏老师伫讲的时阵呢，当开始，咱这条歌，相信呢有继续伫收听，拢知这条歌做夫妻，迄时候也作诗的是咱李庆华老师啊，李庆华老师呢，伊本身呢是咱师范大学文学院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兼副院长，主唱的呢是曲丹妮吼，嘛是伊作曲的大家听了毋知安怎？希望呢你听了呢有感受有感受呢，你嘛会使咱这call in来拍电话，咱呢甚至来学录者吼。那今仔日透过呢这苏老师已经讲过，咱即摆所做的就是做伙酒台语这主题每届呢，甲即阵呢。咱已经进入第4届吼，这第4届呢，咱头前听的了呢，咱讲生活的实践，就是要安怎去讲台语呢？要安怎去讲咱的母语？讲一个较简单的，咱以往拢讲原住民，因咧提倡因的母语，客家人嘛是爱母语吼，好像呢，台语毋捌听着吼，所以呢，有人讲一句话啦，讲水无叮当就变死水啦，水不动则就是死水，人无叮当。就会变啥物废物啦吼，但是呢，咱的这话咧讲的话也无讲呢，相信伊就会消失吼。所以一直呢，咧强调讲，咱安怎来修这台语是讲咱的母语今仔邀请吼，咱曲老师吼苏老师嘛讲，这我们呢，这文学生的吼，所以这做生的吼，一定是吼，原来有相当的一个年龄了吼所以伫遮呢，咱第一个我来访问吼就资深的伫台语界这方面吼耕耘遮久的吼，咱的这个邱文喜这个邱老师邱老师呢，我知影你本身呢，大学开始你根本是毋是这台语这方面的，你本身呢是咱在成功大学这个数学系可是呢，你是安怎会去行入？因为你以前毕业你所做的工课较早电脑大家开始拢数学的电母这电脑啦叫电子计算机，所以呢，对于咱这个曲老师来讲，伊做这个电脑已经嘛数十年这中间佫做出版社，佫印台语册这种甲即阵伊对台语呢，伊佫退休了出版社退休了伊来收起来就开始呢做这20几年来拢咧做这伊讲伊的头路做无钱的头路啦拢咧做这无钱的工课但是伊做甲真欢喜所以呢，这环境安怎来？咱先来请问曲文石曲老师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曲文石我是迄个桃花人我特别安尼讲，因为我根本安尼讲来讲，你敢是宜兰腔是啦，该港腔，但是我是桃花腔同款的我较早是读数学无毋对啦就自细汉就阮老爸教我念七字册我国民学校3、4年的时阵就咧看七字册，是阮较早正时歌爱故事歌伫寮内底，阮老爸就教我念迄七字册所以我就国民学校我来晓台语汉字啦所以我看真侪本的台语册，所以该结缘真深。是安尼你嘛有真有天资呢，你对细汉都会晓去看这汉字表示讲你嘛有这天分啦嘛愿意去读
我对文学文字拢真有趣味。是。所以你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影响的都是你的爸爸。你有这个因缘去接受去看哈，阮老爸嘛对这真有趣味，所以伊会当，比如讲咱迄个出山的迄个。出山的时阵有迄个过桥吼，伊会晓念迄个过桥诗。安尼啊。过人出山的时阵，若这人迄个结婚的时，伊嘛会讲四句联，所以伊有伫我一寡文学天分，我感觉。安尼一定伫厝边隔壁人啊，嫁娶啥个拢会请去。有当时会，是。有这么这个较好的环境，但是伊应该叫你讲，你应该读迄个文学方面的。你也读数学？阮老爸讲做迄个可以当趁钱啦。我读数学无遐趁钱。是，伊是希望你做老师啊，教数学啦。我要教1年啦，伊教武陵中学，即摆伫咧桃园武陵高中。武陵高中。对。伫你迄个年代讲实在啦，爸母拢希望讲囡仔莫搁做事啦，对，做产艰苦，无互囡仔搁受这苦所以呢，希望讲你生活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啦。迄阵固定的收入搁受人尊敬的做老师啦，收入个固定，人讲要讲亲戚嘛较好讲。对。就是安尼来，所以你成长的环境都有安尼，再加上你对这咱社会环境的关心包括政治这方面。对。所以你开出版社来印这台语的这书。请问先的你做这出版台语的书印起来，毋知敢有趁钱？当然无趁钱。这种好佳在我家庭环境还可以使，所以无啥趁钱会使。较早以前台语大家工作济哪印这台语书无趁钱，所以可见讲咱受这个国语的教育实在影响真大。大家讲我会晓讲就好我写华文就好所以你即摆要照台语讲的要写字真正写袂出来。不过咱即摆就是讲突破，因为咱一寡前辈这老师真认真会来做这个台语的推广。这希望讲咱会晓讲台语嘛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啦。是安尼讲无甲知影我会晓讲，但是要安怎写迄个音呢已经拢走进去嘛至少爱了解讲是安怎你讲的话甲我讲的话无共款，迄走进是毋是文化的一个问题、社会问题，小了解所以这拢伫咱一系列拢总到9月初3，每礼拜六咱拢会来讲类似的一寡问题那柯老师照你爱讲，你一定对你的囡仔嘛希望讲囡仔会晓讲台语对无？你有3个祖囝对。3个祖囝你毋知安怎培养因这台语？我较早我是到69年在现阮大祖囝迄当阵可能生活较无工课较无用大长囝、二祖囝，敢若较无啥注重咧在一起咧迄阵咧拍来拼经济啦迄个买录音带的，若是买啥，差不多拢是华语的甲第3个时阵，我已经我台语意识有较强啦，所以我感觉第3个运动要留较注意安尼所以迄当阵我对第3个就真大的用真大的精神去甲培养，应用第1、第2啦。第一部分就是讲，迄当阵到民国到70几年咱迄个电视台还是早起无节目，下晡节目暗时有节目安尼尔还有第4台，第4台是爱钱咧，咱无啥免钱佢当中有2套真好的，敢若迄个台语的卡通的录影带 VHS 嘛，叫做小叮当，小叮当一个宫崎骏的迄个迄阵拢食，小叮当即摆讲做哆啦 A 梦嘛，对，讲小叮当嘛。我著买迄2套，我2套就20块咧阮厝无订，我头前无订迄个有线电视台所以阮迄第3种喺伫厝。对早起就开始看迄个录影带，下晡佮看暗时看录影带，一天看几啊遍，他对3回看到10回所以伊他看100遍以上所以伊台语是对这个录影带，录影带去学啦，卡通录影带，佮另外一个就是讲，较早嘛就阿娇阿炮伊嘛有一个迄个相声2台我嘛拢买互因看到迄大拢歹去。
哦，听拢歹个，所以因真认真伫学啊，因真趣味嘛，所以囡仔就咱爱好一个环境，啊，我著用迄个录音带、录音带个环境，啊，我嘛真注重因甲伊讲话拢用台语，所以讲甲我囡仔第三小下时阵，啊，就问我讲爸爸，啊，电视敢看有啊，听有啊呢？因为电视拢华语嘛，所以伊了怀疑我袂晓讲华语安尼哈。所以我真对第三真注重，啊，第二拢对伊拢会晓讲。安尼啊，是啊，咱第三组囝差不多几年出世的？伊是姓梁的，我嘛姓梁的60，这个我，好七年级啦，咱起码拢讲7年级啦，哈，不是70多岁啦，7年级，哦，7年级，所以啊，7年级哈，也是6年级遐哈，6年级尾啊，你一定吼听咱邱老师讲的小叮当，你就知影哈，因为迄阵足济啊，迄个包括宫崎骏的迄个华语卡通，嘛是足济人咧收藏收藏的哦，啊，但是阿炮阿娇这我的阿娇。这那种咧对谈的，相声，相声，咱台语的相声，搭水讲，搭水讲，我嘛有买这个相声，互阮的小弟的查某囝伫听吼，是，哎，美丽面孔啊，伫头听吼，听甲叽叫因老母讲咧笑啥诶，很快看咧去听录音带。是哦，啊，当时这我较毋知吼，所以讲，咱邱老师有注意，所以伊就有这个录音带互囡仔啊，确实啦，以前在这个年代吼，你讲互囡仔佫有线、无线佫看落，啊，你囡仔都拢看咧有诶无，咱大人都袂当伫边啊，所以今嘛嘛做者爸母吼，家里吼无要看电视，也就是一个电视哈，电视的 monitor 哈，啊，甲迄个录影机哈，安尼放迄个，尽量咱保持环境，咱保持环境。对，啊，即卖3C 产品也太济，讲实在这目睭的这病症哈，那讲白内障啦哈，或者有近视眼哦，这些拢年轻化哈，所以叫邱老师伊安尼对因祖囝，而且台语的培养是用这种方式，这大家都嘛做会到啊哈。啊，你除了对你的这个下一代之外，你的下一代对你的外甥孙女哈，你嘛关心着咧哈。啊，你感觉啊，你做这算做故宫。故宫对，故宫的吼，啊，你对因的这影响，是安怎影响？啊，这影响的速度，甲你对囡仔，你的祖囝影响，对这影响较大。我都爱讲，我即摆住中和嘛，但是我旧厝是伫桃园嘛，我旧厝是3合院迄款的哈，所以阮的厝真宽，后壁阮姊也大，个后壁阮小弟大，所以阮的3个楼厝。甲甲周围头1000平诶。是，啊，这走来走过去都免错问诶。阮姊啊，查某囝，因就叫迄个卫生女啊嘛吼，啊，伊诶查某囝就是卫生孙嘛吼，啊，定来转来伫外妈兜，啊，所以甲我就安尼真亲诶，迄个。故宫叫我亲好吼，啊，我一工想讲，我来教伊台语咧吼，啊，我来教我迄个，甲 VHS 迄台语迄个，有迄个 DVD 的版本嘛吼，放互伊看呢啊，所以我真用心。第一，请伊食鸡仔饼，先约好一下，食鸡仔饼啊，放 DVD 啊，甲伊搭陪伊看吼，啊，甲伊搭哩啰来讲台语啊，吼，啊，伊才较无讲台语吼，啊，即摆已经差不多1年啊，效果不敌啊好，是，即摆甲我真亲，啊，佫对我会讲台语，是，这个会讲电讲。我会说国台语呢。甲因阿嬷讲，甲因老母讲。是，所以大家拢感觉啊，互伊听你讲话，尤其囡仔讲话啊，真高水吼。安尼讲起来吼，这嘛是一个方法啦吼。你都要先有方法，啊，互囡仔想要甲这故宫吼。啊，故宫原来是定安尼对袂歹啦。用心啦，是。所以不管是我冰箱拢有2盒的鸡仔饼伫来奖励。伊爱食鸡仔饼吼，伊来贪甜嘛哈，啊，即摆我若无伫诶是，也叫因阿嬷去开，阿嬷讲啊，故宫无伫也袂使，啊，故宫是好人袂要紧啦。
哦，即摆囡仔喙真甜哦，伊会讲吼，故讲是善良的人，好人，你敢不就好人歹人？讲善良，你敢那个好人歹人呢？是哦，安尼对柯老师，你即摆讲开吼，对这孙啊，虽然是话顺利啦吼，但是卫生理啦吼。咱即摆讲外，较早古代毋是卫生，卫生吼，卫生理来讲吼，嘛是真趣味啦吼。那从家己的孙啊呢吼，啊看到真趣味。啊，对安尼讲起来吼，柯老师你照安尼你已经在这咱台语关心吼，包括你在做这出版社甲即阵吼啊20多年来不止哦吼，毋啦吼，差不多将近嘛30年有啦吼。啊，你会感觉讲你有咧用心安尼啊，但是咱一般你一寡朋友啦，因对囡仔台语的这培养吼，生活培养安怎？我厝边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我无啥敢甲因在鼓吹因讲台语，但是伫我等去桃园，我对我下辈啊，就不加有一个真坚持的，就讲你要甲我讲，无论是叫阿伯还是叫阿舅讲哦，一定爱讲台语啊，无我听无咧吼。啊，所以遐下辈啊，若看了我也要甲我讲话吼，先去爸母遐问问，这台语安怎讲？问了再来甲我讲话。哦，是，你国语讲你听无？我听无，对。毋是即摆阿公讲吼，听国语听恁孙国语听无，讲去学国语啦吼。对，啊，因爱成就我的。是，咱即摆都爱反转，不过这嘛是社会变化吼，甲即摆大家较敢吼，较敢用即种方式吼，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吼，可能你成长的环境你无讲华语，你都无办法，所以呢，咱迄阵咧学华语的思考是用台语来翻做华语，对无？啊，即摆囡仔吼，伊即摆甲你讲，你是毋是有发现因会晓华语，但是因讲台语是安尼翻过来，华语化，对。所以等于讲，咱即摆电视所看。电视看咱听的是讲台语，但是字幕咧，因的台语是照字幕华语安尼翻过来，所以讲起来嘛是咱遮的爸母也是阿公阿嬷会晓讲台语，咱就照咱邱老师柯文师这邱老师伊这方式咱来实践，因为今仔重点是咧讲咱台语要安怎生活实践，这生活就是爱沟通嘛，要沟通会懂了。咱甲会讲都有我讲的讲，咱语言咱若无讲话久啊，这语言就消失所以咱真钦佩咱邱老师伫这台语界关心这30几年嘛需要你们这样做啊！你对大家你到这你感觉讲安尼行起来，你家己有啥物感觉？对以前甲今嘛这个改变，这个环境有啥物改变？我较早是想讲咱即摆已经社会较开放、较改严煞过啊嘛吼，所以咱台语应当有机会咧吼。啊，尾发觉毋是哦，台语无机会，即摆有机会走你英语去啊。是。所以你较早有这双语的，咱电视有双语的channel对不对？对。第二 channel 拢是英语咧。对。啊，所以我讲即摆台语已经是互拍咧边仔去咧。所以我感觉咱的心是变得较差啦。有心的人较少，所以我感觉有点失望。是，咱老一辈拢有迄个心啦，愈急啦，但是少年的咱从无感觉这是危机啦，因为这都是咱阿爸阿母讲的话嘛，讲也都母语嘛，所以这母语就基本上嘛是一个文化啦，真重要的文化在地，对啊，足侪人你有发现无？咱即马一寡创作者艺术方面呢，伊会回去因的故乡。继续伊的艺术，唱啦、作曲啦，还是画图啦、舞蹈。伊讲呢，伊原心的迄个基本的迄个基本的能源来自于什么？伊成长的所在。对。所以讲你也无一个基础你可能拢是打伫普的所在，在创作在做这个工课。所以咱伫遮苦心的，都是希望讲，无论你是对一个业界的你主要讲伫台湾成长，你要做工课，你也有基本的本源，咱伫各行各业，你拢有正发挥的所在啦，这嘛是咱感觉讲真担心的来苏老师。文先生呢我今晚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安尼对这个台语文拍拼数十年，近来这个咱台语的环境这么歹啦，是。
啊，针对咱今仔日所讲的这个专题咧，讲台语生活实践，要安怎互大家人尽量会当吹讲白母话？面对遮尔困难的台语环境吼，你感觉咱现阶段，咱有啥物咱会当较有效的做法？哦，对，较有效诶。我的感觉现主是咱这种，咱即摆教希望真会真来讲台语嘛吼。啊，所以咱对顶沿咱比如30岁甲50岁，才会爱先心理建设。咱爱讲咱的爸母话，因为毋通讲即摆咱升学也无咧考试哈，无咧考这台母语啥，所以学台语无路用。啊，另外来讲，咱学台语可能会影响华语的程度，这拢是真无好的安尼看法哈。所以确实文化是咱的生活就是文化内底真重要的语言是一个载体嘛。你讲华语，你就是个华语的文化；你讲英语，就是英语的文化。啊，咱台湾，你虽然讲哦，咱即摆台湾爱台湾，这是一个真口真大家拢真认同的代志。是，但是你讲北京语，你讲中国山水啥，你哪敢是台湾人？是，对不对？对啊，所以讲喙讲爸母话，咱用一个角度来讲吼，确实啦，这台湾的这台语吼，拢伫咱这台湾的每一个环境中，你拢会使发现到。即嘛有客家电台、原民电台，好像无一个这个属于咱台语专门的电台吼。是。啊，台语有的电台，伊啥物货拢有，所以台语拢包容在每个当中吼，所以讲起来，咱嘛感觉有被轻视的感觉，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我讲较客气，我讲啊，就是讲，我都讲迄台语卡通对我囡仔影响足大，对不对？真宝贵，对不对？但是你即马看迄客家电台，因所有的卡通拢有客语配音，所以因的客语的环境是比咱加足好，因的囡仔是，迄客语环境其实足好诶。我即马找来找去，咱台语。有新的个台语配音的卡通外国的来，无几寸呢。比如讲迄个花田一路，迄个才有尔吼。所以真少呢。所以咱台语即卖情环境是比原住民语、比客语搁较歹。所以咱平常时大村都爱讲吼，这个一个重点吼。那来苏老师，也个有问题来请教。邱老师，咱咧讲语言是文化上界基本的载体。拄则柯老师讲的吼。我平时和柯老师安尼咧交陪吼，阮也拢有互相交换意见吼。相信大家拢会当认同，就是讲，推广语言无啥物撇步啦，就较接讲的就对啦。你较接讲，尽量讲歹嘛，无要紧咧。我定来讲一句话讲，有要讲较接讲吼，比敖讲但是无爱讲。更较重要，啊，无论你外口讲，你若足少讲哦，啥物人知你外口？是，所以咱拄则迄个柯老师咧提醒这吼，大家使爱好啊重视啦。咱即摆不是外口看到真侪阿公阿嬷吼，用伊迄落安尼，讲着无偌好诶北京话，含因酸当啊咧讲国语啦，可以，我听到真艰苦咧啊！安尼，你若要用迄个无偌准诶国语，你不如用你本身诶母语，无论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好啊！你好啊，甲你的母语，就是咱咧讲的爸母话，好啊，甲伊传落去。你毋免惊伊将来伊去学第二种、第三种，迄拢无问题啦。咱下一段吼，听好报甲因阿母咧讲，你都会知影啦。对。所以透过苏老师来讲，我忽然想到哦，咱即马爸母拢较无时间啊，甲囡仔讲话啊，囡仔拢送去对咧才艺班啊，吼。有当时我嘛建议吼，咱一寡才艺班的负责人吼，咱会使吼，伫囡仔来你遮吼，上国语、数学什么这些上的中间，咱会使用一寡台语的囡仔歌，也是一个时间因咧休困，咱就开始开放讲台语。以前讲开放袂使讲台语，是讲这华语、国语对吧？因咧算的时阵，小朋友，你会使时间恁讲台语，送讲较好，有奖品鼓励一下，食鸡鸭饼，今嘛做冰淇淋啦。对。所以用柯老师这方式吼，囡仔咧感觉我讲安尼有奖品，来给讲讲，因为才艺班呢，还有看这个小学生对小学生开始都拢上才艺班，国中，所以才艺
一般的时间比家庭时间无定够较济吼，所以拄啊苏老师讲，稍等呢，咱就要介绍一个咱特别的来宾吼福宝福宝跟他的妈妈这咱下半段哦，会来请出场你讲即嘛这个时间大家休困者啉一茶吼，稍等佫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江霞。你即马所收听的是 FM 97.3绿色和平广播电台。李小姐吗？这里是健保局，昨天有人拿你的证件来领取健保补助金哦。我没有啊。没关系啦，我们会请检察官跟你联络。我是林检察官，你已涉嫌伪造文书，基于侦查不公开，你要到楼下超商收取传真，我们要监管您的账户。我们是台北地检署官员。接获疑似诈骗电话，应向相关单位或165查证。公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通知，也不会以传真公文监管账户哦。聪明多一点，诈骗滚天边。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新妇的哎呦，气色愈来愈好呢。拢嘛是靠妈妈滴的基金啊，好啉佫无加限味。妈，你哪遮厉害？我哪出厉害？这是全国上大的亲益单品所做的幸福滴基金，用阿里山山药的放山老家母提炼，无加水，佫无加中药复方，免烦恼的金属中毒。所以才会保存上纯正的古早味。对啊，人因为饲鸡、提炼、包装配送，拢嘛是一条龙作业，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当然是品质上好咯。安尼好啊，新妇啊，是要好啥？我买幸福滴基金来孝敬妈妈你啊！哦，感恩啊！上大心的礼品，幸福滴基金2973-0409，2973-0409，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哦。各位病菌弟兄们，虽然水流很大，但是只要人类不用肥皂，我们还是有机会撑下去的。加油，加油！首领，大事不妙啦！人类开始用肥皂啦！大家镇定，只要他搓洗不超过20秒，我们还有机。已经超过20秒，没机会啦！洗手请用肥皂，搓洗超过20秒，好习惯打败坏病菌。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您知道吗？孩子越早近视，越容易成为高度近视，可能产生早年性白内障、视网膜剥离等，甚至失明哦。亲爱的爸妈，请多鼓励孩子每日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多接近大自然。小朋友要注意，用眼30分钟后要休息10分钟哦。真爱好眼力，打败恶视力。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绿色和平追求广告突破，咱是台湾唯一感情第一，咱的广告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广告突破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绿色和平，真实有感情。我老爸人虽退休，现在还是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看他一天比一天年轻，我以为他吃了什么长生不老药，原来他四处做志工，服务人群，快乐令他返老还童。绿色和平祝福，家家有个快乐的爸爸。阮拢是伫这在等待，伴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91.3 FM。我要
缘心事就无了了。我要甲你人聊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搁继续收听绿色生活，我是吴素芳。今仔日呢，我的协同主持的老师苏世雄老师，甲我做伙呢来讲今仔日的这台语的实践吼，就是生活实践喙讲爸母话。访问的来宾呢是咱曲文学曲老师，甲呢咱另外一个这个老师呢许慧茹老师，还有胡宝好宝慧茹老师都是好宝的妈妈啦吼。那慧茹老师呢，伊本身呢是台湾师范英语系毕业的吼，伊的博士英语系博士伊即马呢要甲咱分享的就是伊甲伊这个囡仔因安怎伫生活中去实践吼。所以首先我欢迎咱许慧茹老师，许慧茹老师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好即马过来呢，就是咱6岁好宝吼，今年要读1年的伊来自我介绍。好，来好宝，你介绍家己。大家好，我叫做好宝，我今年6岁，我要读小学1年我住在台北。你住在台北哇，好棒哦！来，我们应该给他掌声哦。你感觉咱好宝讲话，敢有讲像咱即马偶像剧，比偶像剧讲得更加清楚吼。这呢嘛，因为是妈妈的关系。好宝，你是安怎晓讲台语？我是听妈妈就一直甲我讲。你都听有哦？是无？对。对。你甲小朋友嘛讲台语是？是吧？咧学校，我的同学无一定会晓讲台湾话。是你讲台湾话，同学一定讲你哪遮够讲？老师嘛无一定讲比你较好。所以你感觉讲你会晓讲台语，是不是足够的？是吧？伊歹势讲好，来好宝的妈妈就叫做虎妈吼。这虎妈不是老虎的妈妈，不过虎妈这是一个真严的妈妈。但是咱这虎妈是因为好宝的妈妈叫虎妈。来，那个慧茹老师你想到你的囡仔这么愿意讲这台语，佮讲甲真好，你这环境是安怎培养的？其实我都要听曲老师咧讲其实我的环境甲曲老师就差足多的。我其实是到读小学以后，我就拢无咧讲台湾话。我有30几年拢无咧讲台湾话。你台北人哦？我台北人而且我是台北城来的人。所以我咧读小学的时阵，其实我学校内面就无啥，我的记忆内面无啥有人咧讲台湾话是对。所以我就是甲即摆的爸母环境较成，就是我其实是华语人一直到30几岁我哪会想要开始甲囡仔讲台湾话？其实我是要读到博士班的时阵，因为我读的是语言学，语言就语言学啦语言学即个物件，在台湾拢是放伫个外文系统内面。我读的拢是英文的物件，所以拄开始嘛无啥物感觉，但是愈读，开始对语言愈来愈有感想的时阵，我就开始去想着讲，其实我是会晓讲台湾话的人迄个时阵我无囡仔，但是我嘛无想着讲我有囡仔，但是迄个时阵我就咧想讲，将来我若有囡仔我一定就要甲伊讲台湾话所以尾我有囡仔，我就是对咧接受语言学接受较侪语言开始。我的迄个想法，尾我有囡仔，我就开始甲伊讲安尼。是，所以你有囡仔是生出来了，才开始甲伊咧人的时阵拢讲台语吗？伊咧巴肚内，我就甲伊讲台话。这就是年轻人有囡仔拢有胎教，重视胎教，大家用啥物贝多芬这些名曲来听但是呢，咱这个虎妈都无共款，伊都呢用台语甲伊讲，今嘛很重视胎教拢会来讲今嘛你安怎，甚至有当踢了妈妈一脚妈妈会来讲这他都会听到底呢，伊有感受到无？
可能这有感受到哦，所以你伊出事了，你就拢用台语甲伊讲。对像可是你无台语的环境，你讲才无讲，要不要吃呢？甲讲哦，要食牛肉无，还是要食那无？是毋是安尼？有迄个转折吧？这就是定定我会拄着人安尼甲我问我就是，所以我会当体会，会当了解讲，即摆其实有一寡爸母有想要甲伊的囡仔讲，但是因就一直讲转袂过来，还是安怎？我的经验就是讲咱若是要甲囡仔讲咱家己的爸母话上重要的，我感觉我家整理出来有两个意，两个意，一个就是意志一个就是意识，就是意志力甲意识这两项。好，你有意识。你有意识，你就想要去讲；你有意志力，就是讲，你袂足简单就互华语扭转去。这两项若有共其实差不多几工就关系毋免足久诶。我家己诶经验就是安尼。是，所以讲起你是台北人，你是伫这国语诶环境较济对，就讲华语但是你开始真正要讲台语，是毋是？也因为你诶囡仔诶关系。是所以你即马台语嘛讲到真好，就是会当讲转来。会当迄个讲转，你毋是用华语的思考方式。拄开始其实可能拄开始是，而且我拄开始敢若是会甲囡仔讲电话，我甲厝内人佫是咧讲华语，但是久了后，我就开始即马甲厝内人嘛是拢甲电话拢讲转来，而且会讲比我以前佫较好。所以我有观察到讲即马诶。30-40岁爸母，其实真侪人佫是有即个能力，可能是当然伊台湾话能力可能无华语较好，但是讲会转来，而且讲转来了，你咧讲转来即个过程当中，你会佫去注意别人安怎讲，你会学着佫较侪，爱学较紧，因为毕竟这是咱遮的语言，绝对毋是像讲咱去学英文安怎，咱开佫较侪时间去学英文。英文毋是咱的 native language， 就是毋是咱的母语，而且嘛毋是咱即个咱的环境，毋是英文的环境。所以咱学英文应该是爱甲伊当作第二语言来学。当作第二语言来学，就表示讲你的第一语言就是你的 native language，要先学好。安尼你的语言能力、你的思考能力、你的表达能力，拢到一个程度了，你去学啥物新的语言。拢袂足困难，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听咱慧茹老师伊本身是师大英语系的博士，语言学对伊来讲是伊的课程内面的重要一部分伊所讲的呢，绝对毋是咱一般所讲的讲咱是用普通的常识来讲，伊是有研究来讲出这个话，所以拄慧茹虎妈讲把它讲倒转来我讲把它扣转来啦。爸母讲的话，咱即摆搁扣转来就很容易啦所以讲咱的母语要学真简单第二外语呢反而比较困难，所以基础要打好不过呢这个慧茹老师恁的福宝伊安尼甲这朋友安尼咧沟通的时阵，你听伊讲拢讲台语较济，还是讲这华语较济？好宝伊就是若甲阮厝的人讲，还是讲伊知影我的朋友，还是讲伊若知影即个人会晓讲台话，伊就会甲伊讲台话。但是甲伊的朋友，当然对大部分拢讲华语。是。好宝就足自然会晓讲华语。是。对我捌拄过有人知影就先熟悉好宝时阵是知影伊会晓讲台湾话，好宝有代志要甲咱讲是无？伊讲无好就是有个人听到好宝会晓讲台湾话，先听伊讲台湾话，尾也佫听到伊讲华语的时阵，我就拄过两种反应。一种就是讲哇，他没有台湾国语诶，佫有另外一种就是讲哇，他的台湾国语好可爱哦。到底是有还是无？就是讲其实就是咱台湾人真侪，因为受到当初迄个国语政策的影响，听到台湾话就会甲华语斗阵，就会有即两，就会联想着讲台湾国语，就是讲有台湾话腔的华语当然即种腔去互安尼丑化，迄是另外一个问题啦。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若是自细人去学，你若拢两种语言拢是母语学起来时阵，两种语言伊袂讲有倒一个腔去影响到倒一个腔啦。所以咱即马听有台湾国语的人，拢嘛是差不多780岁的人，才有迄个腔足重的嘛。所以若是有人感觉讲
台湾国语是伊诶烦恼诶代志，吼，这是免烦恼诶。是啊，好无伊足自然，伊就两种语言拢学会晓。是，其实即摆囡仔嘛真巧，你毋免来教啥物货，伊会晓讲，伊自然对啥物人用啥物语言吼，伊拢主动就会转过去了。啊，这个对于咱一寡少年朋友吼、少年妈妈吼，讲起来呢，可以透过咱慧茹老师所讲的，你一定呢，更加有这信心哈。啊，除了呢，那个慧茹老师讲的这些之外，你对于咱一寡这囡仔家长，你佫有啥物建议？除了你拄啊讲之外，还佫有啥物补充的？就是吼，我有当啊会听到有一寡，就是有心啦，吼，有心想要做的啦。但是有当伊就会讲啊，我的囡仔伊听有啦，我有咧甲伊讲啊，伊听有安尼就好。啊是讲有当讲啊，阮都懒要讲啊，华语啊，甲台湾话懒要讲，啊是讲华语甲伊咧族群的语言懒要讲啊。但是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安尼是无够的。敢若听有，啊是懒要讲是无够，特别是讲懒要讲的吼，你若去注意甲因观察。大部分人咧讲的，迄讲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几个啊固定的词啦，啊讲阿嬷啦、阿姨啦，迄个称呼，啊无就是讲要食饭无啥啊，即个固定的词会安尼讲尔。安尼即个囡仔，敢若听到即个词，伊将来啊，佫是无法度自然表达，用即个语言来表达。啊，而且就是讲，其实我要甲足侪家长有当啊会问我讲，你是超工教伊讲台湾话，还是讲你是超工甲伊训练讲台湾话吼？我拢甲因讲，我嘛无特别教，嘛无训练。你甲伊讲，伊就会晓。伊嘛免学啊，啊免像咱学英文学甲遐尼艰苦啊。啊，伊免学，伊自然就会晓。啊，华语嘛一定会晓。是，所以是安怎无爱，是安怎无爱做，遮尔简单的代志。啊是足好的投资啊！对，啊，咱的台语嘛会使扣转来吼，爸母嘛会使扣转。较早袂晓讲的去请问人吼，啊，即马大家慢慢对较早的语言这个研究，拢成一系列的。所以像咱苏谢雄老师啊，咱邱文喜邱老师啊，吼，你也来问吼，请教伊拢知影知其所以然。啊，啥咯？啊，你讲你桃园人啊，哪讲的听起来是宜兰的，啊是讲啊，你是你都毋是住海口的，哪有海口腔啊？这是啥物？哦，咱前几集啦，拢有讲到这吼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要听咱的节目，加减你就可以知其所以然的部分。但是咱后边呢，以后这几集吼，拢会讲会晓讲，是毋是爱会晓写？这嘛以后咱拢会晓讲的吼，拢会个继续来开讲。所以伫遮苏老师，你对拄啊放的江辉的这条歌，甲拄啊咱这个慧茹老师因讲的有啥物感想？分享者。我先来讲，拄则听到慧茹老师咧讲，这有关台语伊安怎影响伊的查某囝，是吼，这个心得，我有一个足大的感想，就是讲，我有注意到慧茹老师强调两句话，是学语言，咱第一爱有意识，对，第二爱有意志。所谓意识，就是讲，咱若意识到，咱父母传来语言，咱有需要，搁互咱的下一代。拢继续较好。第二就是讲，你面对目前遮尔复杂、遮尔困难的台语环境，咱都爱有真坚定的意志。毋通讲这一句词、迄两句词插咧，迄根本就无够。是，咱都爱互伊全部会晓讲。啊，你甲想讲，咱每一个人出世的时阵，父母教阮甲你讲第一课安怎，第二课、第三课，无嘛？啊，你就是对伊生活中咧讲。伊到尾也对啥物拢会晓讲啊！是啊，我相信慧茹老师都是共款用遮尔简单、无啥物系统的做法，对，安尼有做语言实践，自然哈。对，这点互咱感觉足甘心。我希望哈，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拢会当来参考咱这个做法。是，你的囡仔若会当对你放伫妈妈腹肚内的时，你就一直含伊讲话上介好。啊，若无。出事你较食含伊讲，拜托一定足够讲的。过来讲这个江辉的这个歌啦吼，咱这下咧会放足者台语歌吼，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讲，咱这个歌词，伊拢有充分把握着咱台语声调的特色。哦，声调，江辉这个歌嘛是安尼嘛吼，是真济伊拢是含讲的足接近，吼，所以拄则
会欣赏这条歌，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咱台语的声调的优美。大家吼，毋通干那拢爱流行英语歌啦、华语歌，咱台语歌吼，拜托加减甲咱唱啦。这声调就是一个音乐啦吼。来，慧茹老师，我要补充一项代志吼，因为拄仔柯老师有讲。伊的迄个外甥孙女吼，看到伊就知影讲啊，甲即个人就是爱讲台湾话吼。啊，好宝嘛有即种经验哦，吼，所以好宝的迄个我的大兄大姊因的囡仔，就是好宝的表兄吼，表姊安尼因吼，看到好因迄寡囡仔本来拢是华语囡仔哦，啊，但是自从有生好宝了吼，拢甲好宝讲台湾话。啊，也是讲像我的一寡朋友，甚至我的一寡朋友，我想讲。因是所谓外省人，袂晓讲台湾话，结果因拢足敖讲，拢无腔，吼啊，就是大家看到好无人讲啊，即个人就是甲伊讲台湾，所以大家就是尽量讲。而且即摆的少年人，因为小学的时阵加减有上课嘛，所以啊个电视加减有听，虽然咱的迄个电视，咱感觉讲电视节目迄个戏剧节目内面伊的台湾，咱感觉小可怪怪，但是就是因总是拢有听，拢有一寡。基本的台湾话的能力，只是无讲无机会，所以请大家吼，都是尽量讲就会晓讲。咱想看讲哦，咱台湾遮侪迄个东南亚的移工吼，移工，你咱听因台湾话嘛是拢讲甲足好的啊，有讲就会晓。所以爱讲，爱常常讲吼。对啊，我要问好宝一个问题，因为阮出去外口，我甲好宝讲台湾话的时阵，好宝一般我拢会。拄着一寡固定的反应，好不好？你甲大家讲看觅。麦克风伫这边。咱若侪人也听着我甲你讲台湾话，啊，你听迄个人拢在来讲啥？互你一支。人若听着妈咪甲你讲台湾话，啊，你定定听着迄个反应拢是啥？伊会甲妈咪讲，伊足敖讲台湾话啊。毋过尾啊，就会用华语甲我讲，你台湾话讲甲足好诶呢。是啊，就是讲妹妹你好棒哦，安尼啊，但是伊知影好宝会晓讲台湾话。是，所以好宝你爱讲你讲台湾话啊，你拢看啥物卡通啊？你看过啥物卡通？你讲有讲台湾话，讲台湾话，你喜欢看的，卡通片，我有看到一个我们这一家是台湾话。哦，迄个花嘛，对吧？啊，你早起去看啥？你今仔早起？啊，早起是咧。你今仔早起有看一场啥物？马铃薯糕，你会记？马铃薯糕，你甲大家讲啊。我阁有看一个马铃薯糕，嘛是台湾话。哦，啊，电视迄是有线还是无线？迄是电视啊。电视呀。迄是 DVD。哦 ，DVD 哦，啊，啥物？马铃薯糕啊是啥物人要互你看诶？再讲啊！你的 DVD 啥物人买啊？谁买互你看？妈妈、爸爸，妈咪买啊。妈咪袂记啊吼，那柯老师，你听慧茹老师啊，甲胡爸安尼讲吼，你感受安怎？你有啥物来补充？咱伫有这个遐尔顺的台语家庭吼，所以这是咱真宝贵的家庭来真敬佩。所以你胡爸，你以后会使甲咱这八公。这八公这爱叫八公，八公会使讲台湾话对吧？你也甲八公讲是。八公敢若会晓讲台湾话。是。哦，好，那咱透过慧茹老师也讲，其实呢，这边个讲台语的这项代志，其实真简单啊。对囡仔来讲呢，伊对伊开发他的各方面的才能对伊来讲呢非常有帮助。所以讲起来，咱是真简单，但是呢，要安怎去做，这才是重点。所以一个就是要有什么意识哦，那有这意识，那有这经验。那第二个要有什么呢？要有毅力
意志的让咱坚持讲落去吼，这就是吼，咱要伫这台语伫咱的生活中会当去实践，会当去用啊，真正每一个父母都有这责任，每一个这不要讲的啊，那我们会讲的都要来起身来引导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囡仔呢都用邱老师去教嘛吼，那来鼓励有礼物有吃的，这个就很不错哈。啊，总是会让他有一个起点，以后呢，咱要开始来推荐，这就足简单的。好，邱老师你要讲补充啥？那基金8月7日哈，咱这个蔡英文总统对于原住民有真大的回息礼嘛，哈，道歉嘛，哈，10大点，其中一点是讲过去几百年来，甲恁的母语消灭这真大罪哦，我甲你诚恳的道歉。是。咱这边台语嘛对不死啊。好的。蔡英文总统应该唔免甲道歉，阮是无需要伊道歉，希望你莫甲道歉，甲阮医师一个较好的台语环境。对，咱的母语的环境。咱设一个台语的电视台。是。譬如讲，咱迄个母语教育对1年甲12年，吼。全面实施，卖像即嘛安尼半桶水啊，无什么好果，欺骗社会啊！蔡英文总统拜托，唔通甲道歉，甲实践好啊！是这真重要一个代志啊！伫节目要结束以前，煞袂记，过2天就是爸爸节、父亲节吼。咱伫遮嘛祝福咱在场的3位有一个虎爸各有张景元、张律师已经到场啊吼，嘛祝福呢咱的天下的爸爸，还有咱今麦所看到所有的可敬的爸爸，这个父亲节快乐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咱后礼拜呢再见非常谢谢3位来宾，胡宝，谢谢你，多谢多谢，再见，再会，再会，大家再会。